哎哟，那忙我去网上找个家，那就是讲三个发了同一个星球了。私家啥子那么定性？等了天浪向低至1个钟头50分钟，水都机场待着。埃个谁让我每日天发个顺丰快递，现在刚才单60种转账，他谁是讲其目的地位于10万不千里。我自53年第2趟到北京来，第一趟是2006年搭一个白玉。通关成功，第2趟出国境，第一趟是2010年到日本，如果算上香港的出发，应该是第10趟，12年登机口。顺丰快递收翁中路营业部待着，埃点侪是带我一来带3点去的人，各怀鬼胎，各回各家，各长各妈。一上飞机站，埃搭是头等舱，往埃面走是经济舱，随手饭米干空，还有人员群分，不宜来事。从站浪向4点3刻上滴滴，到夜里向10点40分，3点钟算待着。现在10岁30度，挨到13度，反右飞机谁不知道地，一飞机2个之中，登至国本东西，下年零起处。哎呦，3点还有中文辨识的呢，想不到右飞机带是一个惊喜。传说当中，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，估计他手肘臂膀大汉芥末量，顶多到上海称兄道弟。埃点就是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步行街。往前头走是华工，往后头就是你大美甘肃的学堂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。哎呦，冰淇淋哦，灵感！后头个朋友想到想的，10个300块，吃不脱一样，太难配，30块洋钿臭脱。那个地方实在没啥么子好吃，三活人生煎馒头，火锅铁板烧也没。除脱咖啡馆，谁是面包店？除脱面包店，谁是蛋糕店？等了8位60度个国家，研究真的不能脱干。想要海南民族做出情感矛盾，相当于让蓝雷看英语6级。看过埃顶节，谁是斯德哥尔摩蓝人区？还算问阿讲东关路浪向个旅游新村啊！哎哟，3点份一家不说完，不晓得搿个场地也是华工，谁是不好意思去问新哇？这也是英语不会讲。你们也是中国来的啊？你看见有人从这里进去的？那我也进去，人家进去我也能进去。哎呦天哪，这个王宫的门怎么这样的？古斯塔夫3世，这个是他的老婆，他是巴西人，比他还大5岁呢。这个是他大女儿，这个是女婿，原来是健身教练。女婿的爹妈原来是邮政局胡信封的。这个是他的儿子，这个是他的女儿马黛琳公主。80块臭脱，想想趁着10几个钟头飞机，随便哪一进去看一看。埃点啥街上估计侪是古斯塔夫历代的祖宗茂人，一家不认得。王宫，哎，他是王宫。好，还有点像7两3点下去，私家饭店困觉个来了呀。那没地方好去这家，190块洋钿，谁可怜个啥头像？一记绅士当上的结棍噶，落得进来，落得出去。哎呦，喊啥，海南民族的蛋磨得不是100个块。3点国王的屋里向，除脱屋顶上的蓝天白云比苏州色彩鲜艳，真的不晓得位于啥个地方是190块洋钿。人比想象当中的山，树比想象当中的龌龊，节子龙王比想象当中的忙，汤比想象当中的深。一帮来你来趟不知啥个意思哇？没边语，没华服。估计搿点人来了，还搭个4名随侍，让少于搭我一样带还搭来个人猜。